K2 大概是阿鬼他去年从那个南嘎帕巴回来之后，他才提的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可以去这样子，那他会他就找 partner 去这样子。对啊，我能约的大概就只有他。这样讲有没有很感动？没有，是因为你所有队友都被你克死了，哪有到克死啊？好可怕哦！我都把他救回来了啊！全部都被你克死了。就我知道它很难，然后跟我预期的差不多，可是就是一点都没有那种赚到的感觉，这样。赚到就是说，原本想象的很难，然后实际爬起来，其实很 OK 嘛，对，还真的很难，就不过如此那种感觉。那这 K2 完全没有，K2 就是去爬就真的很难，整段都很陡，对，他基本上从起攀开始就是一路就是40度的坡这样一路上去，就是没什么休息的机会。是要弄到很多技术型，没有到很难的技术型，就是初级的蛮初阶的技术型，但是因为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以很吃体能，就是对整个肌力的强度跟那种高强度状态下的耐力很要求。对，反而不是攀登的那种技巧。那一天晚上，那个驾绳队还是想要就是想办法驾这样，他说一定会登上去，所以我们那一天全部人都晚上都出发，对啊，然后出发到一半就是到了8200，然后前面听说那有2个，其实有4个人准备要驾，然后有2个应该是别队的驾绳队的，然后再想办法，然后可是找不到他们原本放在那边的绳子，然后加上那边的雪，就是他觉得不稳定性太高，所以我们就在11点的时候快要12点的时候，11点55我感觉，大概11点半他们大概就决定要撤退了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对，那我也觉得应该是100%可以上去。对，就是什么都好，就是那天对，就是地力不好，然后就哇，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觉得好了算了，不需要这么的 TK。对，雪太深，然后太软，所以基本上太松啦，就是很松很深的松雪，然后它的状态不够稳定，因为它依据我们得到的资讯是我们攻顶那几天就一直有小规模的雪崩这样子，我们知道就有2次，对，那我们会发现说那样子的雪况不适合再继续下去，因为在下一波攻顶就是大概离第一波攻顶大概相隔5天，然后我们判断是5天的时间不太可能改变那个情况，可是后来我们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考量，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经验跟能力，我大概只能做出这样子的判断，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如果我再给我做一次判断，我那时候应该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对，这次爬下来，我知道说，如果外在条件雪跟天气许可的话，那这种有雪巴辅助，然后如果吸氧气的话，我们的能力是都一定可以登顶。对，那就会觉得，然后对我来说，我会希望理想上能够是用更纯粹的方式，就是不要靠那么多的外在辅助。对，可是现在的我还没有能力到我理想的那个状态，那就觉得那不如不上去，留个以后机会也是 OK。对啊。登山跟竞技运动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性，就是也是在这里，因为整个过程中你必须要，你要自己去选很多选择，那个东西是你会用你的经验，用你的知识，用你的背景，就是做选择。对，你不管你的攀登，你要决定撤退也好，你要决定往上，然后或是你在做攀爬。你用的这些器材，你判断这路线的危险度，那很多，就是你要在那当下做决定。这个整个过程中其实是蛮享受的，对啊，那个东西就是登山里面是一个很可贵的，对，在登山运动或者是你在探险的时候，那是最可贵的，因为你在探索的一些未知，然后你的好奇一直不断被打开，对，那是对我来说，那是登山运动很重要的。在爬山来说，
说登顶不重要，完全是就是基本上太 gay 白了。对，但是虽然我觉得假设100分的话，登顶大概就是可能占50分吧，也许。但是就算没有这50分好，但是其他那个另外那一半得到的东西，你还是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至少这个将近20年之后，有人再度去试这件事情。对啊，那先不论有没有完成，至少如果他完成了，那他会是至少台湾单身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那没有完成，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啦，我觉得。对。